有句话说“好酒成瓮底”，陈松青的瓮里没有好酒，却有他说的黑金。如果不是再三要求，不轻易拿出来。一年比一年不一样的味道，你大概10年以上都会变黑色的，它的味道来讲呢会比较香。捧在手中的老菜脯，让空气中瞬间弥漫着浓厚的味道。虽然就是用盐巴腌制的萝卜，陈松青强调陈年腌制风味独特。在秋冬萝卜盛产时，切成各种形状，晒干或腌制，就能在1年4季都吃得到萝卜料理。把我父母亲以前在做的，对不对？我的印象中把它找回来，自己种，还有以及自己做，做成萝卜干啦、萝卜丝啦。客家料理中常见的菜脯，陈松青拿来跟西式的汉堡肉搭配。一开始是为了创新的卖点，后来发现容易食不下咽的大热天，菜脯好下饭是客人喜欢的关键。懂 TPK 皮料，很奇特的搭配。年客拢懂家己。老板说客人都很喜欢。以客家料理的元素出发，还可以变出什么特色呢？陈松青和太太不断的讨论尝试。拿客家擂茶口味当火锅汤底，也改变板条用肉燥、油葱酥调味的惯性。传统的客家板条，它是会有油葱酥，然后再来就是大骨汤头。它的汤头并不是大骨汤头，它是属于柴鱼高汤，用柴鱼高汤下去熬煮的。不沿袭别人的做法是陈松青给自己的功课。夫妻俩为了爱喝咖啡而开店，却意外唤起想满足味蕾的企图心。很多东西还是取自于当地。板条一定是当地嘛，然后我们会把连这些蔬菜加到里面去，还有对美容的感情。以前是做到怕，那现在呢，就是说回想那个农村的那种快乐的生活。上课喽！懂 TPK 皮料，然後都懂甲醫；懂 TPK 皮料，然後都懂甲醫。谢谢宗仪老师。